點樣先至可以由零開始建立你第一個嘅收息倉咧？手頭上咧，我有一個100萬嘅持倉，半年嚟咧賺咗20% 嘅回報，總回報係175000港元。咁今集咧，我將會完整地教大家點樣咧去分佈你自己嘅一個投資組合。呢一個投資組合咧，適合好多新手，由定期存款啱啱跳出嚟，又或者咧係投資新手防守力唔高嘅時候咧，開始做嘅一啲配置。咁我都會直接同大家講啦，我究竟有啲乜嘢嘅考量點，同埋咧近年嚟咧一啲唔可以錯過嘅高息選擇。喺開始呢個 channel 之前，我係金融科創公司嘅創辦人，10萬訂閱只有喺 YouTube 上面揾到，所以千祈唔好喺 Facebook 上面俾假財女呃到啦。第一部分，建立收息持倉嘅要求。喺本金嘅要求上面咧，有好多人都以為係要好多錢先至可以收息，例如都起碼過咗幾百萬啦。但係其實而家咧係多咗好多收息選擇，除咗收息股票之外，仲係收息基金同埋收息 ETF 呢一啲嘅入場門檻咧，其實係可以低至咧幾百1000，大家咧都係可以入場嘅。所以喺本金咁少嘅要求之下咧，其實大家只要咧調高啲自己想要嘅息率咧，得翻出嚟嘅利息咧都會相應提高嘅。而家有啲好誇張嘅派息率，去到10幾厘，又或者係大家覺得比較安全嘅幾厘，但係始終係高過定期嘅厘數咧，都係好多選擇嘅。但係呢部分咧之後再講。第二樣嘅要求，時間嘅要求。有好多人咧都成日同財女講啦，佢話我都唔係好似你咁後生噶咯喎，我點樣先可以開始持倉咧？我有幾多年等咧？唔好咁擔心，我有個 friend 個爺爺都去到105歲咯，係咪？而家喺呢個醫療咁進步嘅時代，大家係想跳入火坑都未必肯俾你跳入去噶。如果你有幾十年，對於一個收息持倉嚟講，當然係非常穩陣，因為你可以經歷好多高低。但係咧，我今集講嘅呢一個收息持倉啦，喺我第一年嘅經驗嚟講，已經係直接盈利噶啦。要求咧就講晒啦，我哋直接咧開始講下2025年啦，甚至係2026年啦，收息率比較高嘅產品啦。首先講嘅股票類別，大家一定係最熟悉噶啦。呢一啲咧好多時候都係恒生指數入邊嘅藍籌股、內銀股、銀行股、石油股、地產股、公用股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啲派息嘅選擇。例如就係我頭先講嘅呢一紮收息股咧，由6厘、7厘，甚至係高見10幾厘咧都有嘅。只要大家喺除淨日之前買入相應嘅收息股，呢一隻嘅收息股一手嘅股票，假設係2萬幾蚊，然後將呢一個嘅錢咧乘翻每股嘅派息價錢，就會得出咧收息係有幾多噶啦。不過如果你要用銀行，又或者用一啲貴啲嘅券商，咁喺你收息嘅時候咧，係會每次扣除你嘅手續費嘅。完整嘅計法同埋喺邊度揾一啲每一次收息都唔會扣你手續費嘅券商呢？歡迎喺下邊留言欄留言，我要財女收息2025攻略，咁我就會 send 完整嘅攻略俾你噶啦。2025嘅內容咧，我將會更新一下咧之前我有寫過嘅文章啦，包括咗大家好常問嘅問題，例如就係高息係咪代表一定係好啲噶，又或者高息係咪代表危險啲呢啲等等嘅問題嘅。一如既往，滿400個留言開始排出，記住留意翻 YouTube 私信嘅更新。有好多人咧就話經濟咁差，港股應該就會冧得好犀利噶啦。但係你記唔記得1年之前唱衰港股嘅嗰班人，其實都冇諗過港股係會由15000點嘅低點，而家已經翻嚟26000、27000呢個高點啦。港股嘅支持力究竟喺邊度？大家咧就喺高階嘅時候更加容易了解到。講到派息基金同埋收息基金啦，一聽到基金呢兩個字，大家嘅防衛網咧就會完全降低噶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嘅基金咧，甚至係比股票更加高風險嘅。特別咧就喺坊間咧，經常講咧可以收緊10幾厘息嘅一啲基金。基金咧可以有幾種唔同嘅玩法嘅。第一，佢究竟持倉嘅內容係啲咩咧？佢持倉嘅集中性喺邊度咧？如果極集中係一啲高風險嘅投資，例如高風險嘅股票，咁又會更加危險啦。第三樣嘢，基金咧嘅結構其實會有唔同嘅。有啲咧係將你嘅投資咧係槓桿咁樣，係有可能咧將你嘅風險咧
增大幾倍，甚至咧係減低咗你嘅回報。基本上咧係冇收息股做到每月派息嘅，唯獨呢啲基金咧會將自己咧包裝到咧好似一份禮物咁樣啦。你好鬼想咧拆咗佢啊，每個月咧都有得收息嘅嗰種感覺咧係非常好嘅。所以我自己喺呢一個嘅收息倉入邊咧，有一半嘅持倉都係喺派息基金度，而且係每月派息嘅。不過喺呢一集 video 入邊咧，不能夠多講嘅主要原因係因為即使你同你嘅朋友講緊，喂，我好似買緊嗰隻公司入邊嗰隻王牌嘅基金咧，入邊都有唔同 class 嘅。所以其實大家唔好睇得佢咁簡單，真係好感興趣想揀贏基金嘅話，喺下邊參加描述欄入邊有寫到嘅才女收息課程。第三部分就係呢一個派息 ETF 啦。近年嚟先至越嚟越多人講嘅，喺香港嘅市場入邊 ETF 咧係低至幾厘，去到咧10幾厘咧都有嘅。咁坊間咧就有好多人追捧一啲好高息嘅 ETF， 但係咧我一見到一啲好高息嘅 ETF 咧，我就會首先咧就拒絕噶啦。因為我知道咧，其實 ETF 又要高息，仲要係炒埋一碟咁多股票放一齊咧，只要有一間公司係冧檔嘅話咧，成隻嘢咧我就怕我自己唔要得噶啦。我唔想喺自己嘅第一個新手收息持倉入邊咧放一個炸彈喺度。哇！但係頭先聽完嗰三大種類，我唔明喎，唔緊要嘅。所以今集嘅 video 咧，歡迎大家攞埋你自己部手機出嚟。通常咧最常用嘅咧就係有一隻橙色又或者一隻黃色嘅 app 啊嘛，係咪？打開自己嘅證券行啦，其實咧係可以咧逐步咧慢慢去睇下自己點樣開始建立呢一個收息倉嘅時機喺邊啦。嗱，我首先會 check 下咧呢一個嘅股票市場近排係咪升緊啦？例如港股就係80000啦，咁大家可以 check 下佢近排嘅走勢。如果佢唔係一路咁樣插落嚟嘅一個走勢咧，其實大家已經可以更加安心咁樣咧，逐漸購入你第一隻、第二隻、第三隻嘅持倉。因為建立持倉嘅時機咧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呢一樣嘢咧就同首先攤牌講明啦。咁第二樣嘢睇嘅咧就係你自己中意嘅類型嘅一啲股票，你只係用常識去思考下同你生活比較貼近嘅一啲嘢。例如係可能你經常坐嘅交通工具又好，又或者經常用嘅水電煤都好，又或者係經常用嘅銀行都好，已經係有唔少嘅收息嘅選擇。當你認出咧一啲自己比較熟悉嘅公司之後咧，歡迎大家開始做功課啦。呢啲嘅功課就係分別睇下佢近排嘅呢一啲財報、現金流啦、利潤啦，又或者係一個人事啦，佢哋將來嘅方向啦，呢一切都會影響隻股票究竟係升係跌嘅。咁不過最重要嘅係啲乜嘢咧？既然講得係幾十年嘅持倉，就係佢嘅前景。究竟呢一隻嘅股票，佢係咪做緊一啲好獨特嘅業務咧？聽到呢度，我希望大家已經自己寫低咗3隻你自己心儀嘅收息股又好，又或者係收息基金都好，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做呢個動作啦。唔需要俾任何錢落去，只要mark 住呢幾隻股票升咗佢，然後每一日入嚟睇下呢個走勢，一路觀察，唔超過3個月之後咧，就係最重要嘅買入時機啦。重點嚟啦，有一啲冇派息嘅股票咧，佢每日嘅上落咧，應該係可以去到個幅度咧，係比起收息股咧係更加高嘅。而呢啲嘅收息股既然上落唔係咁大嘅話咧，對於你嘅買入時機嚟講咧，亦都唔會咁斟酌嘅。可能你今日係高位咗少少買入，但係佢聽日跌咗，但係佢之後又升翻喎。咁對於你嚟講，你係咪真係需要去到金睛火眼咁樣睇到啊？我就係要最低位呢個時間入咧？我覺得對於一個新手嚟講都係好不切實際，同埋花多咗你自己好多嘅時間。呢個時候你都好容易會墮入其他嘅騙子嘅圈套啦，即係聽消息嘅話。咁所以我希望大家係可以咧透過一個比較長時間，例如就係其實我嘅目標咧就係要買入10手呢一個嘅銀行股票作為收息嘅。咁既然我有10手，咁不如我就分住買啦，我就分開呢個時間逐個月買又好，又或者一個禮拜買都好，其實係冇一定嘅。作為一個新手咧，係最主要攞啱自己嘅步速，個感覺。你覺得唔會係啊？我輸咗之後覺得好肉痛啊咁樣。
咁所以啦，最後啦，一次過總結晒咁多樣嘢咧，其實收息持倉咧，對於一個想製造現金流嘅人嚟講咧係好嘅。我將呢個倉入邊大部分嘅配置放成股票嘅原因，係因為我想將來咧係到我年紀更大嘅時候，有一個複利息更佳嘅回報。只要我唔抽取呢啲錢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嘅回報增長會更加大。但係有另一半，我係每月派息嘅時候咧，亦都足夠咧，我去供給自己嘅全職嘅遊學啦，甚至喺外國嘅呢個生活嘅。其實咁樣咧就可以 balance 到兩方面嘅需要啦。聽完我完整嘅配置同埋步驟之後，我希望如果大家覺得呢一集有用嘅話咧，記住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 group 俾你嘅朋友仔知道。拍呢啲 video 咧最難唔係自己賺錢啦，而係點樣可以更加清晰地講俾大家聽。而且喺我前邊咧係一份稿都冇嘅。睇我現場講座嘅朋友仔咧都好清楚。我啲嘢咧係喺個腦度嚟，如果我冇自己深化過，真係冇經歷過嘅話咧，我真係講唔出咁樣嘅 video 嘅。話咁快咧 ，YouTube 已經200集嘅影片啦。上一集同大家講嘅避險資產呢段影片咧，其實入邊好多嘅資產已經升咗唔少，包括外幣啦，亦都係升咗唔少。外幣定期又可以賺息賺價，呢啲嘅內容咧。我係希望大家係可以入翻去 YouTube channel 入邊自己睇啦，因為我覺得始終係揾錢嘅嘢 ，YouTube 咧就冇需要咧要推俾你睇嘅。有好多人咧成日同我講話，佢喺 home page 即係首頁見唔到我，就知道係我冇出片。其實唔係我冇出片，只不過 YouTube 唔需要去將呢啲揾錢嘅資訊，關乎你嘅幸福嘅資訊講俾你知啫，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歡迎大家刨翻我嘅影片庫。我而家去翻學啦，記住 follow、俾 like 同埋撳響個鐘仔，唔好錯過一個禮拜都有一條嘅穩健投資日日收息嘅影片。我係投資才女，下次再見面啦，拜拜。